现在是这美妙的夜晚，虽然我们所谓冒灭，咱们音程音乐渐换，每个人手的一份有坚定，安排压力冒烟翻开剧本，我们故事现在开始，每个人介绍自己的身份，记录在面前的这张白纸。一位玩家身份有些神秘，像是某国的公主；第二位玩家是担当是为他的职责是拥护；第三位玩家扮演的王子，他和公主有些冲突。最后所有人不光影向我，问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，我开始分手。我是阳光开朗的男孩，阳光开朗的男孩，我的唱只要微笑。